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2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美以冲突，聊一聊中东的局势啊。这个一觉醒来天又塌了啊。对以粉来说这恐怕大事不妙啊。哈梅内伊的大限似乎要到了，很有可能哈梅内伊要跟萨达姆要会晤了。这个特朗普他在真相那个社交媒体上夜里发了一个帖子猛烈的攻击了这个哈梅内伊，导致这个伊朗、以色列和美国之间这个口水战又升级。前面刚停火但是这个口水战升级，这或许就是下一轮轰炸的前奏这个特朗普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为什么饱受战争蹂躏的伊朗所谓的最高领导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会如此明目张胆的愚蠢的说他赢得了与以色列的战争？他知道他的说法是谎言，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一个有伟大信仰的人，他不应该撒谎。他的国家被摧毁了，他的3个邪恶核设施被摧毁了。我确切的知道他藏身之处，我不会让以色列和美国的武装部队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伟大最强大的军队结束他的生命。说我把他从非常丑陋和可耻的死亡中拯救出来。他不必说谢谢你，特朗普总统。事实上，在战争的最后一幕，我要求以色列带回一大群飞机，这些飞机直飞德黑兰，等待一个重要的日子，也许是最后的决胜时刻。说巨大的破坏将会随之而来，许多伊朗人将会丧生。说这将是迄今为止战争中最大规模的袭击。也就是这个特朗普他自诩这个制止了一场更大规模的轰炸。说到这里特朗普一定是有所这个叫愤怒或者伤感叫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特朗普认为他做的这一切不仅没能换来伊朗方面的这个理解感恩，反而换来的是嘲笑我们接着看这个特朗普说了他说过去几天我一直在努力争取解除制裁以及其他一些措施，这将为伊朗提供更好的机会，使其能够全面快速彻底的恢复元气。制裁真是太残酷了，然而我却收到了愤怒、仇恨和厌恶的声明，并立即放弃了所有解除制裁等工作。当然了，这个特朗普说他打算要解除伊朗的部分制裁，我想这只是个构思还不是实际行动。现在特朗普意思是说，连这个构思都已经停止了，都不想了。伊朗必须回归世界秩序，否则情况只会变得更糟。什么意思特朗普在这里面就威胁了恐怕要颠覆伊朗的政权，回归世界秩序，终止这个神棍政权这是我的解读不是特朗普的，他明确表达这个意思，他还没有。他说，否则情况只会变得更糟。他们总是如此愤怒，充满敌意和不满。看看这给他们带来了什么？一个被炸毁的国家，没有未来，军队遭到重创，经济状况糟糕透顶，周围一片死亡。他们没有希望，而且情况只会变得更糟。他说：“我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明白，甜言蜜语往往比凑意更能带来好处、和平。”咱们不得不说这个特朗普是这个美国这么多总统里面是那种比较喜欢听别人阿谀奉承的。其实通常在我的理解里面，这美国的总统他们都喜欢实惠，也就是说，按照咱们俗话说，他们要里子，面子无所谓。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人家要实际好处。但特朗普是唯一的就是为数不多的既要里子又要面子的。我这么解释就是特朗普是那种他又要面子，就要别人恭维他，他又要好处。所以说这个伊朗人的这个做法这哈梅内伊这个做法激怒了特朗普，没给特朗普面子。这个美国轰炸伊朗，对吧？以色列轰炸伊朗，实际上实惠是有了，里子都有了。按照他们自己说法，这个伊朗邪恶的核设施被摧毁，伊朗的核计划至少是延迟了多少年，而美国没什么损失，对吧？以色列有一点损失，但是你架不住这个哈梅内伊从地堡里，对吧？他还没出来呢，就是哈梅内伊现在在哪儿不知道，但是他先社交媒体上先出来，开始发了好几个这个声明，完了之后在伊朗电视台宣布了3大胜利，赢了3次，说特朗普说美国以近乎乞求的态度请求恳求伊朗停火。特朗普怒了当然了，
考虑到这个下一周啊，美国和伊朗恐怕要进行那个谈判，你也可以说这是特朗普在谈判之前施压，但是我看啊，没那么简单。或许啊，这个特朗普真的起了杀心呐。在北约峰会上，特朗普就说了，伊朗和以色列的停火啊是暂时的，很有可能马上要打起来，对吧？伊朗会再次遭到轰炸。这一次呢，这个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啊，这个特朗普又一次重申啊，说如果发现伊朗仍保留铀浓缩能力，将再次轰炸伊朗。大家看视频啊。On Iran. You tell me when it gets boring. Okay. On Iran. If Iran. Are you from Iran? No, I'm not from Iran. I'm from the UK. But if the intelligence reports conclude that Iran can enrich uranium to a level that concerns you, would you consider bombing the country again? Without question, absolutely. And have you had any conversations? Turned out to be unbelievable. But, our incredible flyers and I call them the shots. These guys are unbelievable. Think from 52,000 feet, they hit the equivalent of a refrigerator door. They actually hit it right in the center, so it's much smaller than that. And just bomb after bomb going deeper, deeper, blowing up. Incredible, incredible thing. I don't know if you heard the general. He was very impressive. Raisin Cain. He's the one that beat ISIS for me. And he did it in a matter of weeks. And I was told it was going to take 4 or 5 years. And when I got this job, I always said, if I get this job, I'm going to put that guy as the head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Dan Cain, and he, when I heard his name was Raisin, his nickname is Raisin Cain. I said, you got to be kidding. So I liked him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But he knocked out ISIS in a time that nobody ever thought possible. 那对于这个特朗普啊，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在这个叫什么真相社交上，这个长篇大论呢，尤其是针对哈梅内伊。撒谎，对吧？你作为一个宗教领袖，不应该撒谎。这个伊朗人是怎么回击的呢？伊朗人有什么反应呢？根据法新社报道啊，伊朗的外长阿拉戈齐28日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言论不尊重且不可接受。这个有点高级黑了啊！那哈梅内伊那个声明，对吧？赢了3次，说美国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难道这是对美国的尊重吗？我们看看这阿拉戈齐怎么说的啊？这个阿拉戈齐表示啊，若特朗普总统真心寻求达成协议，就应摒弃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不尊重和不可接受的语气，并停止伤害他数百万真诚的追随者。阿拉戈齐还重申伊朗民族的基本原则：我们深知自身价值，珍视我们的独立性，绝不允许他人决定我们的命运。哎呀，这个说辞啊，印度啊，俄罗斯啊，对吧？朝鲜啊，这说法都差不多啊。以这个什么独立性啊，什么民族基本原则，实际上就是绑架老百姓。阿拉戈齐啊，还在贴文中引用最近引发的这个爸爸梗，说伟大而强大的伊朗人民向世界证明，以色列政权除了向爸爸求助，以避免被我们的导弹夷为平地外，别无选择。我们绝不会容忍威胁和侮辱。这个就是典型的啊，这伊朗人呢叫煮熟的鸭子嘴硬，这一掐脖子就翻白眼，这一撒手他就开始吹牛逼，天下第一。这个特朗普动怒了啊，所以这个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戈齐他又开始放低姿态了，对吧？说啊，你特朗普如果真心要达成协议，要和平，你就不应该骂我们，对吧？我们宗教领袖可以骂你，但是你不能还嘴，还嘴那就是对我们宗教领袖，对我们，对吧？伊朗人民的侮辱。你说这叫什么逻辑啊？众所周知啊，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谈判，它一定是要求伊朗它所有的核这种计划、核设施、核电站跟核有关的都得公之于众，也就是接受原子能机构的随时随地检查，这一定是会这样要求，确保啊伊朗是不会重启核计划，甚至要求这个伊朗啊不能拥有就浓缩铀的这种能力，你可以从国际社会去购买。这个用于发电的啊原料，但是他自己不能提纯呢浓缩。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个好像叫格罗西吧，也已经说了，他们要随时随地能够在伊朗不受阻碍的去检查。那你说伊朗能同意吗？伊朗如果同意了，那他的核计划那就彻底没有了。所以这是他们之间根本矛盾。哈梅内伊昨天啊那个电视讲话说伊朗的对吧核设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那言下之意他还接着搞核武器啊。这个哈梅内伊啊，昨天这个牛皮啊吹大发了，这一下惹麻烦了。我们再看以色列什么态度啊？
首先是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他说啊，以色列国防军在伊朗实行黎巴嫩模式。什么叫黎巴嫩模式呢？也就是在停火期间啊，只要发现伊朗还继续有他的这个核计划或者什么弹道导弹计划等等吧，只要发现有威胁，那以色列还要去空袭伊朗，还要进行轰炸。这个也就是啊，以色列的国防军要保持空中优势，采取复合打击阻扰方式，防止伊朗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展。也就是以色列说的停火，那也是对吧？有条件的停火，他保留随时去打击伊朗的权利。而且这个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啊，通过媒体再一次重申，就是以色列确实有除掉伊朗最高领袖的计划，但机会还未出现。卡茨说啊，如果他进入我们的视线，我们就会消灭他。这个卡茨还重申啊，以色列不需要美国的许可即可进行此类行动。对此啊，这个伊朗的外长阿拉格齐啊，他又说啊，他说伊朗不是黎巴嫩，不是伊拉克，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都将得到迅速而果断的回击。你看看双方这个口水战啊也在升级。以色列说你只要搞核武器，你只要搞导弹，我就要打你，就要炸你。这个伊朗人说啊，我们可不是伊拉克，可不是黎巴嫩，对吧？违反停火协议，我们就要坚决回击。双方都在放狠话啊。根据这个彭博社的报道啊，说伊朗拒绝与美国恢复核谈判。这个还是这个伊朗的外长阿拉格齐说啊，他说我明确声明，没有任何关于开始新一轮谈判的协议、共识和讨论。有关恢复谈判的某些猜测不应被认真对待。这就说明伊朗啊还是没有被打服啊。说说伊朗国内啊，自从这个哈梅内伊啊宣布伊朗获得对吧3个胜利，迫使敌人承认失败，对吧？以色列单方面停止侵略，美国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个伊朗国内啊正在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啊，一轮又一轮的游行啊，在那个德黑兰的街头。有媒体报道啊，说伊朗的学生们被告知必须要参加游行，否则将影响入学和成绩。当然，政府的雇员那更是必须要参加游行活动，如果不参加的话，可能会被解雇。然后伊朗呢叫巴斯基民兵啊，更是挨家挨户通知人们参加。伊朗还发布了一些庆祝本次胜利的宣传画，这个画恐怕有人在网上已经看到了，就是特朗普跪下来，这个特朗普跪在这个哈梅内伊面前啊，祈求哈梅内伊。这个然后又是导弹炸碎美国的自由女神像，然后配上文字啊，叫征服的先兆等等。有很多人就说了，这个太搞笑了，伊朗人会信吗？这个我在以前节目就一直说啊，这就是伊朗、印度、俄罗斯、朝鲜这种国家，重点是在宣传，只要一开战，只要一打响，只要他没死，那他肯定是赢。笔杆子，对吧？枪杆子不行，笔杆子来弥补，这是法宝。所以只要他不死啊，那一定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你不用担心人家不相信，因为这些民众啊，他本身就很愚昧。第二个，他们民众也希望赢，因为长期的教育啊，这个伊朗的民众啊，大部分呢，他肯定是相信，因为伊朗的电视台是滚动播放那个他们的导弹发射镜头，那是相当的壮观的，导弹划过夜空，万箭齐发，然后再配合上这些伊朗的这些外交人员、这些军方高层啊，这种强硬的语气。然后再脑补这个以色列被导弹击中的样子，对吧？找一些图片 P 一 P， 反正伊朗人也不知道。大家要想象，伊朗它是网络封锁啊，舆论是要管控的。伊朗老百姓他看不到外面啊，他能接受的就是伊朗国家电视台，对吧？伊朗的媒体，他那网络他也不能，对吧？他没办法接受更多的信息。退一步说啊，就伊朗人他能接触到信息，你以为他就相信吗？他还是相信这个伊朗官方宣传。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呀，能不能理解这事啊？你比如说印度，那印度人对目前发生的，对吧，这个伊以冲突、中东局势，他应该能看得更多吧？因为他还能翻墙啊，即便不翻墙啊，他就是看那个印度的这个国家电视台的这个节目，那也有很多东西，也就是接受的信息比伊朗人那肯定多得多吧？那印度不照样还很多人相信美国失败了吗？美国不挨了大耳光吗？美国是不敢打伊朗，对吧？美国的什么几架飞机 B2 从美国飞到这个伊朗扔炸弹，那都是根本就没有炸中目标，就是特朗普出于宣传的需要。相反啊，这些印度人不还认为以色列坚持不了几天吗？啊，再坚持1周，以色列就投降了吗？对吧？以色列已经被炸成平地了吗？就连印度的军事专家都已经说了，对吧？半个小时之内可以把以色列毁灭。
这可是印度的军事专家呀，所以连印度人都对这个深信不疑。印度人你不能否认啊，印度人在这一块他接受的信息比那个伊朗人要多吧？所以说啊，伊朗对吧？他这老百姓他接触不到这信息，他就是接触到这信息，他也可能会选择相信哈梅内伊的宣传，对吧？你印度人都能相信半小时就能把以色列灭掉，那伊朗人凭什么不相信啊？只有少部分啊，这个具有独立思维能力的伊朗人，他才会真正的担心，对吧？为伊朗的前途、为伊朗的命运、为波斯人的命运担忧，他们才能发现啊，这个宣传恐怕是有问题，这是宣传而不是事实，这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我们再退一步吧，对吧？你要说印度，那因为印度的信息也是受管制啊，那你就说美国吧，那美国不也照样有人质疑你美国，对吧？这次轰炸效果那是很差的，根本就没有达到效果。对吧？也就是说，你美国这次这个劳斯心中的那也是失败啊，花了那么多钱，所以特朗普很愤怒啊。还有那个美国的国务长豪克塞斯，还有美国的参谋长，哎呀，那美国人呢，为了就是这个特朗普这个团队啊，为了证明自己这次炸的是有效果的，对吧？一次又一次的向媒体解释。豪克塞斯先解释一遍，大家不听，继续质疑，说你这没炸中。第二次，对吧？我看那个豪克塞斯还有那个美国的参谋长专门搞个记者招待会，对吧？而且专门搞个那个3D 还动画，对吧？这个就是有图有真相，还解释说我们这个行动啊，准备了15年前就开始研究，然后为了这一刻啊，对吧？这搞了有几个专家专门干这事，然后专门为这一次打击设计了这个叫地堡摧毁者这导弹。这个视频在网上也很多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也就是给人感觉啊，这个特朗普这个团队急赤不来的要解释这个炸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美国人就是不相信，就是这有一些媒体啊就是质疑。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就可以想象伊朗人民，对吧？他们有一部分人啊，或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哈梅内伊说的那是深信不疑啊，他就认为是美国失败了，美帝啊夹着尾巴逃跑了。你们知道美帝他们的 B-2轰炸机，他们飞越伊朗领空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是多么的紧张吗？胆战心惊啊！不要看以色列的这个 F-35飞机飞到了德黑兰的上空，他们的飞行员那是高度紧张啊，心里的阴影啊，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恢复啊，害怕呀！以色列现在对吧，大部分城市已经是一片废墟啊。考虑到伊朗啊，伊朗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所以说在美国这个祈求之下，伊朗才同意停火啊。以色列这个叫主义啊，犹太复国主义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所以在这一片胜利的氛围中啊，在这个伊朗全国山下沉浸在这种胜利的喜悦之中啊，当然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让伊朗人民觉得愤怒。什么不和谐的声音呢？就是比如说啊，这个伊朗外交部的这个新闻发言人说啊，伊朗的核设施啊遭到了这个损毁，这个伊朗人民非常生气啊。还有啊，这个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向这个卡塔尔政府道歉，不是伊朗不是要轰炸那个美军在卡塔尔的基地吗？乌代德空军基地啊，那你导弹就得飞过这个卡塔尔的领空，这就侵犯了卡塔尔的这个领空啊。这个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向卡塔尔政府道歉，这个也让那些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还有这个伊朗的强硬派觉得啊，这个佩泽希奇扬太软弱，凭什么要给卡塔尔道歉呢？当然了，这些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啊，这个伊朗的强硬派，他们是不屑于卡塔尔。中东啊，唯一的一个跟伊朗关系不错的阿拉伯国家就是卡塔尔，对吧？其他的国家都拿伊朗当敌人呢，这个恐怕很多这个伊粉不知道啊。其他国家拿伊朗是当敌人的，因为伊朗是叫什叶派啊，人家都是逊尼派。如果伊朗把卡塔尔得罪了，连一个撮合的，对吧？连一个在传话的人都没有了，伊朗彻底把自己在中东被封闭。我们再看看啊，以色列国内啊，人家一停火，马上就开始各干各的。以色列没有举行庆祝活动，更没有发布什么侮辱性的海报。只有这个内塔尼亚胡啊，他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图片，这个图片就是两头雄狮并排坐在一起，这两头雄狮分别代表以色列和巴列维时代的伊朗。也就是说，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图片的寓意啊，就不言自明啊，就是要寻机啊，在伊朗要制造政权更迭。所以说，对哈梅内伊来说啊，这回嘴硬啊，恐怕闯了大祸。现在就看哈梅内伊还是嘴硬还是跪下啊？当然了，所谓的跪下啊，要打个引号，也就是他彻底的放弃他的核计划，对吧？放弃啊，跟这个世界对抗，跟这个美西方对抗，跟中东的其他阿拉伯国家对抗。专心致志的发展经济，对吧？特朗普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暗示啊，对吧？只要你放弃这个核计划，马上就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一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你伊朗的石油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往出卖。伊朗的问题在哪儿呢？他的问题就在他这个叫1979年上台的啊，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这个叫伊朗伊斯兰革命。他这个人设啊，就是反美反西方。他是举着这个大旗上的台，如果他把这个大旗丢了，那也就是说啊，这个神棍政权存在的必要性、合法性都出了问题。所以说啊，这个伊朗呢，也就是说，他可以叫表里不一啊，就是嘴上啊高喊这个反以反西方，举着大旗也是反以反西方，但是实际上他不反，这么做似乎是行的。对吧？按照往常啊，这么操作啊，这美国是能接受的。但是这不是遇上了特朗普吗？特朗普他要面子啊，对吧？人家叫他爸爸，他也很高很开心啊，玩梗。所以说啊，那个伊朗的神棍政权，这个嘴上喊着反美，对吧？实际不反美，这一招啊，在特朗普那儿恐怕够呛。所以这就是哈梅内伊啊，他的这个神棍政权啊，这悲哀的地方，就是矛盾不可调和啊。不过我倒是觉得啊，特朗普啊，这个时候不能手软。送特朗普一句话呀，叫宜将慎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啊，对吧？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配合以色列，给伊朗人民啊再一次选择的机会。这有几个好处啊，第一个，彻底的，对吧？对这个俄罗斯啊是一个围剿。你看啊，叙利亚，对吧？已经叫改头换面，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打击啊。如果伊朗也改头换面，日月换新天呢？那地包老人就没得耍了。接下来就是什么呢？接下来就是朝鲜。不要以为特朗普对朝鲜没想法，对吧？他现在只是一点一点的来，有可能啊。如果啊他在伊朗这儿顺利的话，在中东啊，如果进行的顺利，那么他必然啊就顺理成章就会想到朝鲜。根据朝鲜新闻网报道啊，朝鲜驻美外交官近期拒出了一封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写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亲笔信。特朗普27日在记者会上面对有关提问时回应说啊，他与金正恩的关系非常好，如果美国与朝鲜发生潜在冲突，双方也会妥善解决。他强调啊，就算两国存在问题，也不会牵扯到他与金正恩之间的关系。朝鲜新闻网日前报道称啊，特朗普亲自起草致金正恩的信函，目的是为了重启对话。尽管美方多次试图递交信函，但却屡遭驻联合国总部的朝鲜代表拒收。人家拒收，给人家写信啊，他不要，你是咋弄啊？大家想象一下，特朗普这个时候为什么去撩拨朝鲜呢？难道是真的是他闲得慌？不是啊，我估计这个就是在铺路啊，在埋下伏笔，先礼后兵呢。等特朗普啊把中东搞定啊，如果再把手伸向朝鲜，那彻底的啊，这个俄罗斯啊就没得耍了，对吧？这邪恶的政权又少一个。胡锡进老师的老朋友啊，就彻底清零了。所以说啊，这个希望特朗普啊，这个要加油。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